Hello， 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Amen， 好唔好俾你左右隔離一個 high five 嚟 ？Amen， 好高興再一次見到你，好高興你坐喺我隔離，感謝主，哈利路亞。弟兄姊妹 ，Amen， 我哋一個星期又唔見，在主裏邊都是一家人 ，Amen。弟兄姊妹，今日享唔享受今日嘅敬拜啊？享受可唔可以揮揮你手 ？Amen， 其實我好享受喺台下，其實我今日好享受你哋敬拜。俾你哋敬拜讚美嘅一個最大嘅掌聲，當然最大嘅榮耀歸翻俾我哋主耶穌基督，哈利路亞！將最高嘅掌聲歸俾耶穌，哈利路亞 ，Amen！ 冇耶穌冇我哋今天，都多謝我哋拍到今日嘅帶呢個嘅聖餐哦。其實帶俾我哋好大意義。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若果耶穌基督嘅佢冇為我哋死咗十字架上，耶穌基督冇為我哋復活，今日裏邊我哋唔需要再聚集。係因為今裏邊耶穌基督去為我哋死，釘咗十字架上，佢嘅血洗淨我哋一切嘅罪。耶穌基督今裏邊唔單止死咗，佢仲3日後從死裏復活。因着耶穌基督已經復活，而家耶穌基督喺邊度啊？弟兄姊妹，耶穌喺天上。我哋相信耶穌好快就會翻嚟。仲記得上一年啊，可以講係上一年，我其實已經係接近1年喎，冇喺你當中，因為有啲事忙啦。仲記得上一年我分享咩信息喎？邊個知道嘅有獎大家要忘記到一乾二淨，冇所謂。因為上一次咧，我同大家分享係講到呢個末世，仲記得末世冇？仲記得嗰個晶片嗰個666冇？係啦。所以而家睇嘅而家嘅局勢，弟兄姊妹係真係咪越嚟越近耶穌基督翻嚟？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而家你睇下而家嘅油價，你睇下而家嘅打仗，而家你睇見以色列所發生嘅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再一次俾我一個嘅警醒，就係我哋要成為基督嘅精兵，要預備主嘅再來，成為嗰5個聰明嘅童女，迎接主嘅再來。Amen。邊個已經預備好自己要見主噶？大家都笑未啊，我仲要環遊世界，我仲要結婚生仔，我仲好多嘅事情要做，係咪啊？弟兄姊妹，我知道大家都有好多好豐富嘅節目。但係最重要，弟兄姊妹喺嗰個局勢嘅時候，弟兄姊妹，讓我哋真係好好準備好我哋心嚟到去真係好好嘅反省。好似牧師所講，我哋反省嘅時機，是否我哋嘅生命是否係咪真係向主對齊？是否我哋生命係同神嘅係同一陣線嘅？Amen。一係我哋已經離開主，可能已經係好遠咗。求主真係幫助我哋。Amen。好啦，因為今日時間關係，今日呢個嘅呢場道咧係一齊講到呢個，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了他。我相信呢節經文大家都唔陌生，大家都好熟悉，係咪啊？好，我哋一齊嚟睇下，是否弟兄姊妹喺你嘅生命當中，最近你嘅生活、你嘅工作、你嘅家庭，係咪越嚟越多挑戰？弟兄姊妹，邊個覺得好挑戰嘅舉手？哇！大家你哋咁熟嚟嘅，好似冇咩挑戰，好似覺得哇 ，Amen！ 我哋嘅信心係爆棚嘅 ，Amen！ 係好事嘅。第一次我相信喺我生命當中，而家油價不斷嘅上升嘅時候，食一碗麵嘅時候，可能我一碗麵而家幾多鐳啊？可能9蚊10蚊係嘛？可能多1-2個月咧，可能仲會起。我哋唔知道我哋油價可能最近聽安話，我哋手上講到可能我哋嘅油頂到可能係5月6月，6月之後7月咧，弟兄姊妹會唔會全部嘢都會起價咧？我相信係會嘅。但係弟兄姊妹，今日是否耶穌基督係要聽我哋禱告？你可能你懷疑上帝，若果你禱告，呢啲油價就唔會上升啦。若果你聽我禱告，呢啲事情唔會發生。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今日基督耶穌嘅門徒們，基督耶穌嘅教會們，我哋已經走在一個窄路嘅。弟兄姊妹，因為基督耶穌講，因為耶穌都為我哋受苦，係咪？所以我哋知道我已經係走在一個窄路入邊。無論你中意唔中意，喺我哋生命當中係會遇到好多風浪，遇到好多挑戰。但係挑戰當中唔一樣，係因為我哋有耶穌基督。呢趟船入邊，弟兄姊妹，當風浪不斷嘅衝擊我哋嘅生命嘅時候，弟兄姊妹，唔一樣嘅地方係因為我哋有耶穌基督在呢個嘅船上。你可以講阿們，弟兄姊妹，阿們。所以弟兄姊妹，是否耶穌基督真係能夠幫助我哋嘅生命渡過呢個難關呢？阿們係好肯定噶。所以弟兄姊妹，可唔可以一齊嚟讀呢次嘅經文？馬可福音4章35-41節講到1、2讀。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
甚至船要滿了水。OK， 仲係睇到個情節就係耶穌基督同門徒12個門徒一齊在船上去邊度啊？就要去到對面嗰個嘅外邦嘅地方嚟去趕鬼咯。所以就喺個路途當中嘅時候呢，呢個加利利海嘅時候咧，突然間起開咩啊？暴風啊！是否弟兄姊妹喺我哋生命當中有些時候會起暴風喎？會㗎。有些時候弟兄姊妹我哋信耶穌基督唔會順風順水嘅，唔會一帆風順嘅。Amen。當然有上帝嘅祝福，但係有生命當中係上帝會俾我哋有時會經歷到一啲嘅波浪、一啲嘅挫折、一啲嘅呢啲風浪嚟嘅時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在大廳，上帝仍然係掌王權嘅神。阿們。所以弟兄姊妹我再睇第38節講到耶穌在船尾上咩啊？枕着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嗎？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Amen。我哋再睇 OK， 耶穌就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呢？你們還沒有信心嗎？他們就大大嘅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了他。Amen。所以弟兄姊妹，呢節經文再一次同我哋講到就係弟兄姊妹，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喺大風大雨嘅時候，弟兄姊妹，耶穌做緊咩動作？在瞓緊覺啊！弟兄姊妹，當個波浪，我相信大家耶穌基督佢咪唔知道風浪？我哋諗一諗，想象下嗰陣時2000年前嘅嗰個時候，嗰個風浪邊個有坐過船嘅？我想大家都有坐過船啊！喺船入邊會唔會經常會暈浪船啊？會好暈嘅有時多，因為嗰啲波浪打到你嘅船嘅時候，你會無形當中咧嗰個衝擊力導致你哋會暈。所以我相信耶穌基督瞓得好冧，弟兄姊妹，亦即係表示耶穌基督佢知道咩事情發生，但係我相信耶穌入邊有咩嘢？有平安。佢同其他嘢唔一樣，就係因為在風浪當中，耶穌仍然係可以安然嘅睡覺。好多時候，我相信喺弟兄姊妹當中，當你有好多問題嘅時候，弟兄姊妹你瞓得落冇啊？好多時瞓唔落㗎。好多時你三更半夜你就諗起你嘅問題，哎呀，聽日工作啦，聽日生意啦，聽日油價啦，你會好多嘅擔心，好多擔憂。但係耶穌基督唔一樣，耶穌基督佢仍然可以嘅。有在主天父入邊嘅平安，佢可以嘅睡覺。跟住你知唔知道耶穌下一個動作係咩啊？當耶穌基督起身嘅時候，當門徒講：主啊，主啊，救我哋！你不顧我哋嗎？我哋喪命了啦！好多時候呢個就係我哋嘅禱告。主啊，你不顧我哋嗎？而家嘅油價不斷上升，主你難道你唔知道嗎？好多時候我哋一直嘅求問神，好似上帝冇回應。但係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耶穌個耶穌起身嘅時候，耶穌做緊咩一個動作？斥責風和海。風和浪就大大嘅平靜。所以弟兄姊妹，其實上帝耶穌基督開始訓練佢班門徒，就係其實佢哋有能力可以制服嗰個風和海。嗰個能力唔係來自於嗰個門徒，嗰個能力係來自於耶穌基督。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把個權柄、嗰個能力賜俾每一個凡心裏相信、口裏承耶穌基督為主嘅神嘅僕人、神所愛嘅子民。阿們。所以你同我係有能力㗎，同你左右隔籬講，你係有能力㗎。Amen， 嗰個能力、嗰個權柄係嚟自於耶穌基督嘅。所以弟兄姊妹，當你有疾病嘅時候，當你遇到問題嘅時候，你當然你可以 call 牧師啦嚇，你可以叫你嘅小組嘅組長為你祈禱。但係喺未 call 之前，弟兄姊妹，好唔好自己嚟祈禱先？因為你嘅上帝俾你嘅能力係大嘅，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知道你嘅能力有幾大，你翻去睇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係保羅記載喺以弗所嘅。其實嗰陣時以弗所係好多充滿着拜偶像嘅一個嘅城市嚟嘅，好多淫亂好多。但係以弗所係講緊呢個嘅你屬靈上上帝俾我哋嘅奧秘啊！嗰個奧秘就係上帝俾我哋，上帝俾每一個神嘅兒女係好尊榮嘅。我哋每一個在上帝角度都係王子，都係公主嚟㗎。你係好寶貝嘅弟兄姊妹，你冇覺得你自己係係有嗰個小貓？你覺得自己係咩都唔係 small potato？唔係啊！你覺得其實你嘅生命係上帝俾你係好尊貴、係尊榮嘅。阿們。所以弟兄姊妹，其實耶穌基督佢唔知道呢個風浪嗎？耶穌知道，但係耶穌基督可能佢特登，我唔知道。耶穌就俾個門徒佢哋開始起身，奉耶穌基督名嚟斥責風和海。其實上帝係俾開我哋能力嘅，只有好多時候我哋好少運用我哋屬靈嘅武器。阿們。所以弟兄姊妹，
我哋再睇就係喺猶太嘅傳統當中，風同埋海嘅真正嘅主人，你知邊個冇？喺舊約，成個舊約，因為其實耶穌嘅時代咧，佢哋讀緊嗰個書嗰個聖經啊，其實係舊約嚟㗎，唔係新約，因為個新約都未寫成。新約之後係耶穌之後嘅30幾年至開始慢慢寫到最後一本書，接近係約翰寫嗰個啟示錄嘅時候，嗰個接近係最後㗎啦。所以嗰陣時佢讀緊嘅係舊約嘅律法，舊約嘅律法記載係風和海嘅真正嘅主人翁係邊個？呢個上帝。萬軍之耶和華，佢哋好知道，所以點解到最後嘅時候，你睇41節佢講到，佢哋就彼此説啊，佢哋就開始嘰哩咕嚕就講：哎呀，彼得啊，約翰啊，這到底邊個咧？耶穌可以餵飽4000人、5000人，呢個係邊個咧？唯有上帝正可以做，連風和海正可以大大嘅平息。呢個除咗上帝工作，冇再其他人可以做得到。所以咁驚訝就係因為佢哋知道呢位嘅神。係一個唔係以前佢哋所想往嗰位神，呢位嘅神係一個係創造宇宙萬物嘅主宰，佢係主導我哋人生嘅神 ，Amen。所以其實喺出埃及記仲記得係有10災冇？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呢個嘅大家好熟悉就係、是、當佢哋摩西帶領200萬呢啲嘅以色列出埃及嘅時候咧，佢哋咧就係經過乜嘢？上帝就運準咩10災係咪啊？有蛙災啦、青蛙嘅災啦、有烏蠅啦、有好多嗰啲虱啦，又有血水變成血啦。其中一災我睇過呢節經文，出埃及記8章18到19節度講到，行法術的也用邪術要生出呢啲嘅虱子啊、爪子啊來，卻是不能。睇到冇弟兄姊妹，佢哋可以做好多青蛙。第一個災，第一嗰啲水變成血；第二災呢個青蛙佢都可以做。但係到第三嘅時候，佢哋竟然呢個嘅虱啊，講嗰啲嘅虱啊，佢哋做唔到喎。跟住19節講到，行法術的就對法老說：這是神的手段，亦即係話這是唯有上帝正可以做嘅事情。魔鬼撒旦都有勢力㗎，弟兄姊妹，佢都有能力㗎，但係佢嘅能力不及我哋嘅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唔好覺得驚慌，係而家嘅呢個嘅局勢不斷嘅衝擊我哋生命、屬靈生命嘅時候，衝擊我哋嘅生意、衝擊我哋家庭嘅時候，弟兄姊妹，你不要慌張，你要企定，好像耶穌基督在船尾上，佢仍然係可以嚟到睡覺，佢知道誰掌管明天，佢知道佢就係嗰位掌管明天嘅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就係你嘅神唔係一般嘅神。你嘅神唔係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聽，有口不能說嘅。你嘅神係一個永活嘅真神。阿們。係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喺嗰陣時，上帝透過呢啲10災，導致到嗰啲埃及嗰啲法老王都不得不讓呢個以色列人去到佢哋上帝俾佢哋應許之地。你知唔知道上帝甚至上帝讓嗰啲以色列百姓點樣走邊度？乾地啊，開紅海走乾地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當你去到海岸嘅時候，去到海底嘅時候，弟兄姊妹係濕㗎，係好多泥漿㗎，係黐腳㗎。但係上帝好貼身，就係上帝仍然用個大東風把嗰啲嘅海水吹到一乾二淨，嗰個海水成為嗰個柱啊！你睇見上帝係一個好威嚴、好有能力嘅上帝。上帝仲用咩啊？火柱雲柱嚟到帶路啊！弟兄姊妹，仲有降下咩啊？鵪鶉嗎哪。弟兄姊妹，雖然當以色列人去到呢個迦南地嘅時候，呢個嘅鵪鶉嗎哪已經冇開咗，佢哋需要去耕種，佢哋需要去打仗打翻嚟。但喺嗰個嘅恩典嘅時候，喺嗰個嘅時候，你睇見佢哋點樣嘅依靠上帝嘅供應，依靠上帝嘅能力。所以一樣嘅弟兄姊妹，今日仍然有上帝嘅恩典俾你。仲要喺你嘅生命當中，你遇到好多暴風暴雨，遇到好多嘅風浪，弟兄姊妹不要怕，同你再隔離講不要怕，我哋有耶穌。係真係弟兄姊妹，你要堅定弟兄姊妹，因為我想講嘅就係弟兄姊妹，而家呢個時間呢個嘅時間點啊，弟兄姊妹係會越嚟越艱難，弟兄姊妹。可能有好多人唔覺意到，而家連我哋嘅首相都講，而家呢個嘅生活啊，即係個全球性嘅生活啊，係會越嚟越加深嘅。咩嘢都起價時候。因為時間關係，其實你可以睇深好多。其實講緊呢個成個局勢咧，就係其實係開始嘅
去緊耶穌基督嘅聖經個啟示錄同埋但以理書講到嗰個最後，我哋未進入到第7年大災難未，因為要等到個以色列同多國簽個盟約嘅時候咧，所以點解而家以色列同呢個以東打仗嘅時候有關係嘅？所以到最後可能我覺得可能打下到最後會唔會產生有一日咧就有一個敵基督會出嚟咧？我相信係會有咯，但係唔知幾時。但係弟兄姊妹呢段時間咧，我要做咩？弟兄姊妹唔係你不斷嘅嚟到去擔心，你要做嘅就係依靠主。堅固你嘅信心在神嘅話語入邊，上帝嘅話語係永不改變嘅。弟兄姊妹喺呢段嘅時間 ，AI 仲記得 AI 人工智能不斷嘅上升嘅時候，弟兄姊妹大家都好去依賴 AI 嘅時候，弟兄姊妹你要更加嘅熟讀你本嘅聖經，因為好多嘅 AI 會取代，甚至 AI 耶穌都出去嚟咗。弟兄姊妹不要被呢啲 AI 嚟到被蒙騙。Amen，你可以用佢工具，但係講到我哋嘅信仰嘅時候，弟兄姊妹，你要好好小心嘅用呢個 AI， 冇用呢個 AI 成為我哋嘅神。我哋嘅神只有一個，就係主耶穌基督，三位一體嘅真神。你要認定你嘅神，阿們。唯有耶穌基督只可以救我哋 ，AI 唔可以救我哋。冇一樣嘢可以救到我，除開耶穌基督，阿們。你嘅生命當中遇到風浪嘅時候，弟兄姊妹，你要單單嚟到依靠耶穌基督，阿們。好啦，我哋再睇，在暴風雨當中，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喺嗰陣時海啊，喺以色列佢哋嘅文化當中，海咧其實係好多佢哋覺得係應該係污鬼所住嘅地方。所以點解耶穌呢啲門徒咧喺海嘅時候咧，佢哋好驚啊！仲記得耶穌基督在水面上行走冇？嗰水面上行走嘅時候，耶穌基督佢就講：嘿，係個鬼怪！佢唔係講耶穌，佢睇到哇，耶穌着住白袍，哇！係鬼嘅，點解？因為佢哋文化、佢哋嘅 concept、佢哋嘅腦海當中，喺海當中咧係充滿咗好多嗰啲鬼嘅，所以佢哋會好懼怕。特別係一當風浪嚟到打入佢哋嘅船，嗰個船開始滿開水嘅時候，佢哋更加之懼怕。Amen。所以弟兄姊妹，第一點今日有兩點。第一點，從風浪當中轉向上帝。Amen。你有嘗試過？有時你困難、你嘅壓力大到一個地步，係你無法可以承受嘅，有唔有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有，我都有，因為我都有兒有女。其實當佢哋病嘅時候，其實咧我作為爸爸其實都係最擔心嘅。我相信每一個作父母都係同樣嘅感受，唔知道個病會幾時好。我仲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我嘅女1個月啫，要動手術啊，因為佢腸嘅組織咧就佢嘅肚呢度咧就好大隻，所以就醫生講要做手術，我哋就成間教會就祈禱，好神蹟奇事，上帝就長話短説，到最尾唔需要動手術。其實喺嗰個時候，我哋年初一就帶去嗰個醫院中央醫院嗰邊，直到年初8，所以年初應該係4年前啦。係4年前咧就嗰8日咧，人哋過年啦，人哋食大魚大蝦係屋企，但係我喺嗰陣時，我同我太太咧就喺嗰個嘅醫院嗰邊度過。但係其實喺呢段嘅時間，俾我學習到一樣嘢，弟兄姊妹就係上帝佢係與我哋同在嘅。人生當中係會有風浪，Amen。人生當中係有好多不如意嘅事情，但係弟兄姊妹，你人生當中你嘅風浪當中，你遇到嘅風浪當中嘅時候，弟兄姊妹是否有唔有耶穌喺你嘅生命當中？Amen。講係好容易，弟兄姊妹，包括我今日裏邊我想講嘅弟兄姊妹，我都係同大家一齊嘅台下嘅弟兄姊妹一齊嘅學習。Amen， 我哋一齊嘅學習嚟到依靠我哋嘅主。有些時候上帝會運咗一啲嘅風浪，大到真係有時工作弟兄姊妹，你會壓力到有時瞓都瞓唔着。就其實今日我仲做緊工㗎，因為尋日我要做工，今日禮拜都要有時都去漲埋，因為我公司咧係運 cement 嘅，所以我哋要漲嗰啲嘅灰缸啊，今日有唔有倒啊？倒開之後有唔有落到灰？所以就呢啲全部，所以其實好困身，但係。當我今日嚟到講到嘅時候，第時唔容易啊！尋日我望到成日啊，但係今日裏邊嚟到嘅時候，依然係有上帝俾我嘅恩典。今日朝頭早都發生好多問題，因為我個工作 WhatsApp group， 單睇 WhatsApp group 啊，差唔多200-300個 group 啊，200-300個 group 啊，所以嗰啲 message 你要睇，所以其實唔容易。你有你嘅問題，我有我嘅問題，但係今日裏邊我可以講弟兄姊妹，我要從風浪當中轉向神。Amen， 所以弟兄姊妹，耶穌要幫助你，去能夠平靜風浪。Amen， 上帝能夠平靜你嘅風浪，無論你嘅風浪係在你嘅生意上，在你學業上，在你嘅健康上，在你嘅人際關係上，弟兄姊妹，上帝要平靜風和浪。Amen， 耶穌問：為什麼膽怯呢？點解還沒有信心呢？Amen， 所以弟兄姊妹，
信係咩？弟兄姊妹，喺希伯來書11章一節講到，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實底，是未見之事嘅確據。信心其實係一個盼望、一個把握嚟嘅，弟兄姊妹。其實你相信耶穌基督冇？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話阿們，我相信耶穌基督。但係你睇過耶穌冇？你冇睇過耶穌，點解你相信呢？耶穌講多嘛，你睇見你就相信，那些未睇見我就相信嘅有福了。我哋係有福嘅一群，阿們。所以弟兄姊妹，因為我哋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永活嘅真神，所以我哋未睇見。空氣睇唔到嘅，弟兄姊妹，但係我哋要呼吸。有啲嘢係屬靈界睇唔到，但係佢係好實實在在嘅。阿們。所以我哋今日裏邊點解我哋信耶穌一定要用信心，唔係憑眼見。阿們。所以弟兄姊妹，呢個芥菜種嘅信心大家都知道啦。芥菜種係一個好細嘅信心。耶穌基督喺未發生嘅風浪之前，耶穌同呢班門徒講到，芥菜種上帝國就好似芥菜種一樣。阿們。所以佢雖然係細，但係佢係好強大嘅，amen。雖然你嘅信心好似芥菜種咁細個，但係你冇睇小弟兄姊妹，你有能力，因為耶穌基督與你同在，阿們。注意係真正能夠平靜風浪嘅係耶穌，唔係我哋，唔係我哋弟兄姊妹。你覺得好多時候你為人祈禱嘅時候，佢得唔得醫治咧？弟兄姊妹，同我哋冇關係。最重要係你知道耶穌佢能夠做一切，佢能夠醫治，佢能夠趕鬼，佢能夠平靜風和浪。阿們。在加拉太書講到就係2章20節講到，我哋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哋，乃是基督在我裏邊活着。所以今裏邊弟兄姊妹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保羅俾我哋睇到，就係我哋嘅舊人啊，已經與基督我哋嘅老我同耶穌基督同釘十字架，而家活着唔再是你啊。所以好多時冇覺得你自己睇到自己好大，你要睇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在我裏邊要顯偉大，耶穌基督就在住在我哋裏邊，耶穌基督可以幫助我哋，耶穌基督可以平靜風同埋浪，阿們。所以弟兄姊妹，第二點因為時間關係，我今日會講比較快，唔好意思啊。第二點就係從經驗當中轉向上帝。其實我睇下我哋嘅門徒，呢12位門徒，其實好多佢哋係漁夫嚟嘅。佢哋係好熟悉水性，佢哋好熟悉海浪，但係點解佢哋驚呢？因為嗰個風浪係大到個地步，佢哋無法可以承受。所以好多時候，弟兄姊妹，是否你係就係用緊你過去當中嘅經驗嚟到轉向神呢？是否你就係依靠你自己嘅經驗，依靠你自己嘅能力嚟到去度過你人生呢？其實耶穌基督講，透過呢個風浪嘅信息，呢個嘅教導，再一次提醒我哋，我哋要從呢個經驗當中轉向我哋嘅上帝。Amen， 冇再靠自己做 Amen， 求主再一次幫助我哋，讓上帝嘅能力再一次充滿我哋 Amen， 哈利路亞。所以好多時候問下自己，是否我哋經驗攔阻咗上帝工作 Amen， 我哋諗一諗，是否我哋經驗攔阻咗上帝嘅工作 Amen。 而家油價不斷嘅上升，弟兄姊妹，衝擊會各行各業係會越嚟犀利嘅，弟兄姊妹。有啲喺泰國搶到油都冇喎，你想打油都冇喎，油好貴啊，弟兄姊妹。有啲唔再打油試車咯，有好多其實影響好大，弟兄姊妹。一個嘅聽過金馬倫啊，我聽過一個弟兄喺金馬倫去種菜啊，甚至啲油佢嘅公司有，佢嘅菜園咧冇，所以佢啲 Hilux 啊嗰啲攞呢仔全部用打油試嘅，好貴，所以導致到而家貴，遲啲咧嗰個菜咧都好貴，所以弟兄姊妹，無論今裏邊呢個係事實啊，呢個係事實。但係弟兄姊妹，我哋要點樣喺事實當中，我哋就好似個老鷹一樣，係在呢個風浪當中，我哋係在上空嘅。Amen， 上帝俾我哋嘅能力係超越風暴嘅。鷹係幾時去轉飛啊？弟兄姊妹，當佢喺個暴風雨當中去飛到係空氣之上啊。Amen，所以弟兄姊妹，耶穌基督教導我哋。是否我哋還靠我自己嘅經驗呢？約翰福音10章10節講到就係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同埋毀壞，我來了要叫你們得生命，並且得更豐盛。上帝俾我哋嘅生命係一個豐盛嘅生命 Amen。所以弟兄姊妹，今日上帝開始震動緊天同埋地，弟兄姊妹你睇到而家開始咩都開始震緊啦，而家地震越嚟越多，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耶穌話不要怕，因為呢啲嘅風浪，呢啲嘅災難係必須會有，但係末期未到啊。耶穌翻嚟只未到，弟兄姊妹，仲有一段嘅時間。但係喺呢段時間嘅時候，弟兄姊妹，你要好好嘅準備好心，裝備好自己，好好嘅嚟到依靠神。Amen。最後呢個就係講到點解我哋要轉向上帝呢？因為耶穌基督佢就係嗰個創造宇宙萬物嘅真神啊，佢係創造宇宙萬物嘅主宰，佢能夠平息風和浪。
所以弟兄姊妹，難道上帝今裏邊你嘅風浪當中，上帝唔能夠平息嗎？弟兄姊妹，可以嘅，弟兄姊妹，只要你真係真心嚟到主嘅面前，呼求耶穌基督嘅時候，耶穌基督去幫助我哋嘅，去與我哋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們。第二點就係耶穌係我哋救主，所以點解我哋要轉向神？係因為耶穌基督就是我哋唯一嘅依靠，唯一嘅救主。阿們，喺希伯來書記載嘅，仲有耶穌係首先嘅，佢係末後嘅，佢係開始，佢係創造世界，佢都係呢個世界嘅結束嗰位嘅主人，佢係開始同埋結束。所以弟兄姊妹唔需要懼怕，要依靠主，知道主永遠與我哋同在。阿們。好，今日總結就講到。這到底是誰講到？讓我哋在風浪當中同埋經驗當中轉向我哋嘅耶穌，因為耶穌基督完全了解你現在嘅狀況。我唔知道最近弟兄姊妹你面對緊咩問題，但係好唔好？今裏邊我哋做一個動作，就係弟兄姊妹把你所有嘅問題，把你所有壓力，把你所有嘅工作、關係、婚姻、家庭交託俾主耶穌基督，因為去掌管萬有。阿們。好啦，今日嘅分享到呢度，所以因為時間關係，所以我哋請司琴彈奏啲音樂，所以我哋就結束今日我做一個祈禱啦。哈利路亞，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哈利路亞，爸爸，我哋多謝你，我哋讚美你，我哋敬拜你。主，在風浪當中，你仍然是坐著為王嘅上帝。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主，你必會賜平安俾我哋。主，喺嗰個多災多難嘅世代入邊，主，我哋知道我哋嘅明天在你嘅手裏。我哋知道我哋會嘅生命當中會遇到好多嘅問題，但係我哋知道主，我哋最感恩係因為我哋擁有你。你在我哋生命當中就不再一樣。你在我哋生命當中，主，我哋呢趟嘅船，就算遇到幾多嘅風浪，主啊，我哋知道我哋有平安。呢個嘅平安係冇人能夠奪去嘅，係呢個平安，係今日呢天呢個嘅早晨，主，你再次把你嘅平安充滿你嘅教會，充滿你所愛嘅兒女。主，你嘅恩惠，你嘅慈愛，再一次隨着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今日個信息好短，但係主，用你嘅話語再一次種喺我哋心田，讓我哋有30倍、60倍，甚至100倍嘅收成。耶穌，我多謝你。求你親自繼續帶領我哋前面嘅道路，在風浪當中，我哋要遇見你。我哋把我哋問題交俾你，因為你是我哋嘅救主，你是我哋嘅神，你是我哋生命嘅主。獻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你得勝嘅名禱告，阿們。將最高嘅掌聲歸俾耶穌基督，阿們。